就来对，是讲标员是头前的啦吼，像今年应该也有拿到我们的一个标杆社区了哈，所以也是不简单的哈，所以我想对我们六甲社区未来是有期望的哈，所以虽然我底下短短能够往回可能8个人一批啊，不过吼，我若讲你那有机会要转来到家，看可能又是不一样的哈，所以我这边今天特别感谢啊，那当然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警察局上级指导官啊，跟我们的一个连续14年霸的一个标杆社区哦，它其实不止标杆社区了哈，它各种奖项，比如国家的一个特优的里长啊也好，或者是环保署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些奖项，咱你们家拢有摕到吼。啊，其实你摕听会捌无对不对？我已经不了解了吼，因为我这种这种时间一头蹦回来，它都代表我们警察局。做出就是每年的一个社区观摩的一个大型的活动。